書二範圍以下第一冊第3、5課甲部詞語1留2十3找4掛5幸福6吵架7願意8和好9傍晚10美好月部課文讀默第5課媽媽為什麼哭？原來是這樣的，這是個讓媽媽哭的菜。子妮吐吐舌頭，走了。媽媽自言自語地說：子妮懂得關心人了，真好。